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台北市长郭文铁今日表明讲，确实有影要组织新政党，名叫做台湾民众党。中国宣布全面开放全国省份的人民停止搁再申请来台湾自由行佚佗的签证，互国内观光业者大着惊。今日旧历7月初1，西丽福兴宫风景风骨，互火影猪仔莫受天兵天将的搅扰。台北市长郭文铁昨才咧讲唔知影哪历以外，敢还佫有第三势力的场面无？那知影今仔日就表明讲，确实有影要组织新政党，名叫做台湾民众党。伊也讲立法院就是国家立法的机关，所以进军国会，确实有影是因一项目标。啊，另外，到底你要派什么人来压台湾民众党这个提出来选立委？郭文铁市长是讲，等才要开始吹尔。其实政治不难，你在找回良心而已；执政也不难，莫忘初衷而已。用百个字勉励家己，台北市长郭文铁筹组台湾民众党，强调中心思想是和人民过好的生活。我并不认为所谓的9·2共识或一中各表就是中心思想，我也不认为所谓的台独或统一就是中心思想。其实让人民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就是我个人的中心思想。组党是不是等于宣告要参选2020大选？郭文铁并无正面回应，颠倒是反倒转来敲死高雄市长韩国瑜。我一直认为这种说当选没有几个月就开始在跑总统选举其实是不对。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的现象。只是很不幸，你知道，台湾就是不正常，你知道。除了批评拿赢，郭文铁嘛，搁再讲到侵俄电厂的政策转弯，炮轰民进党。比方说，深澳电厂可以在经过一个晚上，台湾的电突然够了，开什么玩笑？这几百亿的东西可以让一个晚上转乱的。虽然考试拿到，但是郭文铁强调超越拿到，不是要消灭拿到。另外，郭文铁嘛承认讲，创党进军国会是一个目标，不过嘛强调讲，人选也无名单。指控总统大选敢有可能和金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合作？郭文铁强调讲，最近并无和郭台铭见面，但是希望郭台铭先说明执政了后，敢会受到国外利益的影响。当一个要选总统的人，他就要能够说明说，我这么庞大的资产在台湾外面，那不管是美国、日本、中国，你知道，当他们会影响你的资产的时候，你如何能够很秉公的，或者说把台湾人民的最大福祉当做你的执政的这种这种思考。家己是不是亲自参选2020？郭文铁讲，设定时点阁需要时间，9月中旬就当知影答案。佮讲9月17是登记的最后一天。假使讲迄天伊无登记，就是代表无要选。若是是不是会支持其他的人选？郭文铁讲并无有设立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郭文铁要组新的政党，蔡英文总统早起表示讲，良性的竞争会互民主的价值更加深化。大家门关起来，家己写。不过对外就要一致来顾台湾的主权甲民主。另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韩国瑜，早起郭文铁讲伊在职参选，安尼可能是奇怪的现象。伊只是表示讲会祝福郭市长啦。面对台北市长郭文铁要组政党，这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选举。总统蔡英文下昨夜公开回应讲，良性的竞争会当互民主更加深化，嘛呼吁政党政治人物对内竞争，对外爱团结。良性的竞争可以让我们民主更深化政治也更贴近民意那民主的多元发展一直是我们必须是共同去支持的我们内部是竞争，但是我们对外是要团结一致来保护台湾的主权跟民主总统蔡英文嘛强调讲，今年初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伊要呼吁台湾的民主袂当换，中华民国的主权袂当多，所有政党甲政治人物对外爱团结。那郭文铁下昨夜接受访问的时，是暗示讲，高雄市长韩国瑜打造市长无偌久就走去选总统，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件代志，韩国瑜低调无要回应，只有针对郭文铁组党表达祝福。家族反映今天要会代职参选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谢谢。还有嘞，那柯 P 这个政党是台湾民众党，它的政治能量会比较大。
可能期待柯 P 市长要更告诉台湾人民，他要追求的理想跟方向。那我在这里是尊重跟祝福。韩国瑜嘛坦白讲，郭文哲组政党是一个正大的力量，就惊郭文哲后一步是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合作，做伙去拼2020总统大选。因为目前郭台铭已经返来台湾，韩国瑜表示讲，伊是希望会当量早去拜访郭台铭，希望甲蓝军整合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有个人要组织新的政党，有个人要退出原底伊的政党。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昌佐下晡1点开记者会，宣布退出时代力量，要用无党籍来参选台北市中正艋舺区的立委。咱来听看林昌佐委员什么款的讲法。我声明，即刻退出时代力量，以无党籍的身份投入中正万华的立委选战。第二，基于台湾的国家利益，总统候选人支持蔡英文连任。第三，将着手促成包括中正万华在内，台湾所有进步阵营的跨党派协调共议，建立一个新模式，推出每一个选区的最强候选人1对1来对抗国共逆袭，促成团结抗中。讲到党内路线的问题，林昌佐指出讲，2020年的总统大选敢若剩5个月尔。伊认为袂用阁束缚伫咧党内路线安怎理都理袂清的问题顶悬，而且会决心要离开。同时，伊也提起讲，伊无考虑要加入民进党，也无考虑要加入新的这个台湾民众党。另外一个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洪志阳也伫3点的时阵，要伫台中召开记者会，敢也会宣布要对林昌佐的脚步退党，引起众人真正关心。所来，咱赶紧来看公安局头尾分这条案。新北市调查处的蔡文龙处长伫咧手机内底，甲因内部的网络的群组提醒讲，各位调查官都要严守侦查不公开、保守秘密，咱才袂互人盗假。结果这对答的内容，煞去互共群组内底某米人掠图转出来。调查局现时嘛，当伫咧查明讲，是倒一个同仁漏泄出去的。私分案第二发展，即马传出讲新北市调查处处长蔡文龙伫咧网络干部群组当中，甲调查官讲私分案真敏感，叫大家爱严守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对话内容，煞被截图流出去，甚至讲被暗指是接受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检举私分案的一名组长级的调查官，敢若是涉嫌涉密。调查局认为损害到风纪，当由督察处咧调查这个要白也是啥人。黄国昌他自己接说那个一周刊还有在前面他讲的，他自己有吹哨者，他不是在讲那什么周显智的老婆的接到的检举吗？他自己有吹哨者，所有资料都是吹哨者提供给他的，然后他再转提供给我们。怎么说我们调查也是变成孙火龙，那这个差很多了啊！既然我是孙火龙的话，我干嘛再透过黄国昌来爆料？我就自己弄就好了。蔡文龙强调。侦办私分案的过程，拢严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对家己甚至讲是当人被抹黑，感觉真艰苦。按过调查立委是认为，若是有影有要白啊涉密，甚至讲互案情逐工都有通好逼出来，影响检调办案的进度，都应该要好好查办。我认为有，因为消息一直在往外泄露出来，那一波一波的泄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有渗透龙。那问这个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检调恐怕要进一步去检讨。这件事情其实还蛮让人感到难过的，那所以就很希望说，这个检调单位就尽快侦办，那行政调查加速一点。在私分案侦办动作方面，检调伫7月30日兵分2路，除了北检检察官持续去公安局讯问有做文分的人，目前至少完成80人的讯问。新北市调查处嘛约谈华航空品处协理吴瑶和高小关等10名华航员工，来了解专机免税品购买以及私分做文流程等等内容。经过以上北检核实了后，伫7月1透早全部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国宣布全面停止开放各省份的人民家己申请来台湾自由行佚佗的签证，互国内观光的业者大着惊。有业者讲，自9月开始，无论餐厅还是百货公司，所有甲旅游有牵连的事业，拍算拢会去扫着这阵风台。中国官方限制陆客来台自由行，直接冲击台湾旅宿、餐饮甲百货业。拢是客满陆客台湾夜市小吃，亲像台北宁夏夜市、甲台中逢甲夜市，为了自由行的陆客，拢设有支付宝，如今大团是白砖啊。
由北投温泉餐饮业者，热天小月靠着自由行入去，如今全面限制袂当来台湾，有个客源将会落7成。因为8月份其实是那个北投地区算是在台湾算是淡季，所以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8月份的定位状况，大概70%都是大陆的客人。那如果说自由行这一块没有的话，就表示我们是预估我们餐厅的业绩会因为这样子掉了大概6-7成。尽管交通部长林佳龙阁宣布要开36亿国旅补助，不过旅行业者不满，因为政府今日也要开钱救员工。我想觉得这个是一个头痛医脚的一个政策，台湾的那个做法反而不是第一步不是补充客源，第一步是想怎么样赶快撒钱，这个是很糟糕的做法。旅行业者批评政府救员工永远是治标无治本。今年顶半年1到6月，整体中国旅客人次有167万，占所有来台湾的外国观光客将近3成。自由行旅客有66万，占整体5成。这样子的饭店在台东来讲，有占到20%，房间数2-3千间，这样子整个气氛啊，或者是整个价格啊，或者是整个业务处理方向都会比较艰难。台东观光协会表示，当地挖靠着自由行旅客客源的俗家饭店，差不多占2000到3000间的房间，下半年可能面临空城。好俗家饭店为了吸引国旅市场，恶性减价竞争。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来讲咱的国民10大死亡原因内底，有5项拢甲大考有牵连，尤其是巴肚汤啊伤过肥、二能油积掉的这款体质，起得着心血管病、心脏病风险，都比体态标准的人加真悬。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讲，有5成的青年人半年毋捌去量着腰围啊，甚至讲65岁以上者的时代有3成是将来都毋捌去量着腰围。咱若要健康，这项就要斟酌较有影。现代人坐真久，阁无要运动，大考的盛行率是悬甲落袂落来。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台湾大人过冬甲大考率是45.4%，其中男性大考的排名亚洲第4，而且10大死因当中有5项甲大考有关系。尤其腰身过粗是重要的指标。腰围过粗代表我们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腹部的脂肪过多呢，会影响我们的代谢，所以我们的这个三酸甘油酯跟我们的糖分呢就会过高。国健署表示，成年男性腰围比90公分较大，女性腰围80公分，就代表腰身过粗。蹲伫腹肚的脂肪肪伤过济，对影响新陈代谢，将来得到心血管疾病几率比一般民众高出1.44倍，得到心脏病是高出了1.56倍。在我们腹部的脂肪堆积代谢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肝脏对于脂肪的代谢，尤其是游离脂肪酸的一个代谢，那间接就会进一步造成我们胰岛素的代谢的异常。另外调查也佫发现，青壮族群有5成超过半年无量过腰肥，65岁以上有3成将来毋捌量过，所以建议民众3顿应采用高纤、低糖、低油、低盐的饮食，逐工做深深苦力气或者是夜关卡的核心肌群运动，保持健康腰肥，这样降低慢性疾病甲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医学的消息。咱台湾灵仔癌是女性会去治疗的癌症内底排头名的病症，尤其是这几年来灵仔癌的患者是愈来愈少年。医界发现讲，去互诊断出灵仔癌的女性是45岁到49岁这旁上介济，不过人西方的国家是70岁起哩才会较济呢。台湾乃比较外国加遮凄惨，原因讲起来，就是也因为遗传，也有因为讲拢食外口，甚至讲甲农药、甲塑化剂拍算也有牵连。民众伫咧外口食物件，也是买物仔，袂少店家嘛是惯使用塑胶袋啊，也是塑胶碗内底烧的物件。但是医界都发现，台湾少年型的灵感，除了遗传、食外口，嘛和环境当中的农药和塑化剂拢有关系。如果说有预先说要买什么东西，我现在会要自己带个容器去装，还是会用对啊，因为就是店家提供。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去便利商店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我可能就会自备那个购物袋这样子。
冷感伫咧台湾是女性感情发生的头一名。根据国健署统计，大港差不多有31名女性会被诊断得到冷感。伫国内冷感好发的年纪集中伫咧45到55岁之间，比西洋国家的70岁到74岁少年真济。而且台湾40岁以下冷感的患者占16.6%，美国是8%。35岁以下少年型的冷感病例，台湾是占9%，是美国的4.5倍。而且少年型冷感有几项特色。包括自我检查困难，影像体检嘛较无遐简单，发现的时阵肿瘤一般拢较大，定定是第2、3期的冷感。对年轻族群这一类并没有所谓筛检政策嘛，所以大概是摸到硬块以后才来的会比较多。基本上生物的特性的话，让这一群的病人他恶性度高，治疗起来好像效果有时候会差了一点。想要避开冷感，医师建议除了莫食伤油，尤其是动物性的油之外，生活当中嘛要避免接触到塑化剂，莫使用塑胶袋底烧的物件。45岁以上妇女，更加要定期做淋房摄影、淋房超音波的检查。尤其是冷感高危险群或者是有症状的女性，一定要提早看医生检查，才会当量早发现。早期冷感的地位都是真悬的。记者综合报道。昨咱有提醒讲，气象局发布高温的消息，今日各地头上悬的温度拢会悬到33至35度，其中桃园以北有一寡所在甚至会落到36度起哩。即阵还阁有真侪伫咧外口走撞拍拼的好朋友，是讲落到顶尖下病。你想讲咱遮个大人基层的警察啊，因伫咧当值嘛是真辛苦，大家都要注意补充水分哦。日头正险。警察伫咧路边查险，无偌久是规身躯干。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伫初日各地温度有33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温度。警察伫咧这群时阵爱切干补充水分，预防掉沙。出去巡逻之前会带个毛巾，先用湿再出门，这样。那出门的话，如果会热，就把身上的汗给擦干。如果说真的很热的话，我自己有准备那个湿纸巾，然后流汗的话就是可以拿出来擦，这样，对，就比较不会中暑。警察出群一定会炸水、冰水、温水、柠檬水，也有人啉烧水以热解热。要警察炸蛋面菌，或者是凉感的蛋沙菌，若是小可掉沙，头讲人无爽快。会让电合果血来疏解。大概执行5分钟的时候，就大概会就汗流浃背这样子。那回去之后，衣服干了之后，背部就会出现薄薄的盐渍这样。上礼拜太阳太大，然后站太久，有点头晕、想吐，有点中暑的感觉。那后来怎么办？后来就是赶快多喝水，然后休息一下，这样。等到办公厅随摕电风来吹，冰箱内警友会拄则送来冰凉的蛋沙菌。也是警察出群转来了消烧气的好方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上届少年的市议员，国民党籍的郑安丽，涉嫌甲伊的老母，也就是过去捌担当过议员的陈翠莲，同齐掠人头报销，甲公家加清助理的经费。伊的服务处早日去互检察官搜索，姓王的主任互收押起来。另外嘛，同款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张惠美。6当前报驾校领考察费，昨专案判决定宪，夺去公权3档，也免对议员的职务。读你千遍也不厌倦。第2回唱花，高雄市国民党籍议员董惠美今年头一届做市长质询，才用歌声对市长韩国瑜表达肯定。但是这届任期，伊恐惊无机会搁入去议事厅，因为伊被人发现伫6当前用空白收据报销费用，最高法院31驳回上诉，为期日审判刑2档，褫夺公权3档，完刑5档，专案确定。以目前的这个情形来看，本案应该是适用第74条，也就是选罢法74条第2项第部的一个规定。董惠美并无回应，服务处嘛表示唔知影，但是等法院判决送去高雄市议会，伊的议员职位会被免除，由迄当阵第2关票来补。那董惠美去年前高雄市议员陈翠莲嘛因为诈领差旅费3万被判刑1角，即摆搁互检方发现涉嫌诈领助理费，伊去年当选议员的查某囝郑安丽嘛有牵涉到，服务处前2天也被搜索。调查处这边的报告指称说，有郑姓的现任市议员可能涉嫌诈领助理
补助费立案，目前带回10余人。陈正信的现任市议员交保30万元，民务处这边的主任向院方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初步清查发现，诈领补助费的金额差不多过600万，但案例交保了后并无出面。敢若有服务处表示，警察无公开，无要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一间真出名的食品大工厂——中村烘焙。因竟然讲会去扣外籍劳工的薪水甲加班费，去予新北市劳工局罚180万。劳动部嘛以就业服务法，讲要甲因减14个外国移工的名额起来。毋过到底是倒14个要无透露名单，竟然是这间工厂的头家咧鸟的。犯错误明明就是头家，哪会讲颠倒去损害到遮移工？安尼敢有理呢？家己生产的鸡卵糕放伫杜村，以员工的介绍维护厂区作业员。中村烘焙有名厂商的食品大工厂，去扣移工薪水。5月发动罢工抗议，新北市劳工局介入了后，差不多80位移工得到4000万左右的工资。劳工局也开发头家名下2间公司，总共180万。劳动部依照就合法冻结14位移工名额，不过安尼处分却害移工无头路。我们想是问劳动部为什么罚老板了？为什么现在就变罚我们？我说这样就不公平，对我们不公平，这样我们没有钱花，也是示范呢。移工团体指出，14位被废止聘雇移工必须在60天之内换头家或者是回国，而且名单是头家片面决定。有人才待到工厂3个月，派着高额中介费，要人6月手指头啊被机器地上发生一灾，不止医药费拢是家己付，即马阁烦恼转出换新头路，是不是要头家要请伊？ Vì nghĩa là cái bánh mà người ta làm cái vỏ thì người ta đổ. Bây giờ hiện tại là ông chủ cho em 2 phương án, một là về nước, 2 là chuyển chủ, mà bây giờ tay em đau này em không thể chuyển chủ được ạ. Mà bây giờ chắc chắn là em sẽ về nước, nhưng mà ông chủ này bảo là sẽ không bồi thường bất cứ khoản gì cho bọn em khi về nước. 劳动部回应，一在移工应要求原来头家理赔，申请将款转出。另外，其他移工会请劳工局监督头家后续是不是进行转出定路，为移工找新头路的流程。不过，移工团体诉求，废票名单应该爱劳资同意，而且转换期应该受到60天的限制，因为失业不是移工所要爱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讲台中太平，有民众亲目睭看到讲，伫市区的民室啊、厝四周围啊，竟然有一只高山啊，问来问去，甚至会去共偷烤菜起来食。经过农业局了解落，怀疑讲是伫山内种植的农民饲甲互伊偷选出来。虽然讲这款麋狗是一般野生动物，不过无经过许可，嘛是袂用得家己饲的。 虽然欠了一支脚，不过这只高山啊，动作是相当溜达，而且跳上厝顶，而且伫电线海来海去，民众去到安尼画面。不过场所却是伫台中太平市区，实际来到市区，个人嘛阁看到这只高山啊，阁伫厝顶出现。我无吃，它会飞下来，食含鸡油啊，食迄果实啊。安尼。哦，是，对，大家拢有看过。对。 高山内风比心真重，一看到人就出现威胁表情，随即跳上厝顶离开。不过出现伫车内车往的市区，当地居民真烦恼。高山可能受到伤害，嘛可能因为受到惊吓，伤害到居民。而市区哪会出现高山啊？有民众讲是透过山区经过的农民来寄养，所以逃走去。你山上你知道吼，人偷出东西啦，人登丢啦。 在市区这边一定是有人饲养的，对啊，因为它就是单一只猴子，然后它又没有跟外面的绿地有连接，所以一定是有人饲养，然后跑出来或放出来的这样。专家到现场了解，初步认为是有人车后来逃走，而伫市区黑白走，有可能有安全疑虑，已经通报农业局，农业局除了启动诱捕，嘛要厘清是不是有人饲的事实。即使它从保育类变成非保育类，也没有说放任大家可以。 随便去饲养或是干嘛的，没有哎。农业局表示，目前高山内经属一般类野生动物，不过除非经过申请，目前依法是袂当来饲，上当会使处30万的罚款，嘛提醒民众避免接近甲喂食，嘛准备启动诱捕机制。记者台东综合报道。过来，咱换看中华社头有一位巷仔内，原本有3家停车位，不过防法甲讲，顶日啊
煞有人用油漆甲机仔线糊掉。就安尼通知公所甲警方来会勘，结果煞发觉讲吼，资本这3个机仔位都是私人画，这座巷啊已经是人咧通行的既成道路，依法本地就袂当画机仔落去停车。查某人开咧路边的停车格边啊，摕起油漆慢慢甲停车格画掉，伊的太太嘛来帮忙。原本画白线的停车格，上尾变做安尼的模样。厝边啊，感觉家己甲停车格画掉的行为伤悍，向公所甲警方来投诉。调监视器出来看嘛，就看到就是那位先生他把停车格给涂了，这也太夸张了。你说你有位置你停，大家都不会说你什么，可是你做这种事情。这个地点是伫咧彰化县社头乡的善德巷内底，将停车格画小的小先生，其实就是前村长。对于厝边的控诉，伊表示土地是伊家己私人的，停车格也毋是公有的。家己的停车格只是希望改善巷仔内乱停车的状况，毋过因为长期被占用，才会搁再甲停车格划掉。我上面这工作的，这所有地，我这地哦，地价税52平哦，这减价低啊。52平我纳1000，要个12块的地价税。停这个我们还是把它划掉啊，前后的话会，如果转弯处我们就可能会要求他画红线，就禁止转弯处停车这样子。经过乡公所甲警方的会勘，确认该土地属于小县市所有，不过因为已经变成既成道路，以道路管理规则规定，袂使画停车格。加上迄个地点挖近巷仔口转弯的所在，会来甲全部的停车格划掉，而且画上红线，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记者彰化综合报道。过来，咱来看新竹，有一群真热心的朋友发起花自新竹这个公益教学计划，嘛募款要去支持新竹县山内这间5峰国校，当作因艺术画图的教学基金，望要借重专业的老师直接去山顶，教这个学生囡仔学画图，看得是真甘心，嘛互咱体会讲，遐路头较遥远的所在，也佫有真侪需要咱关心的事项。才有一群专业的老师，专工咧教学生囡仔来画图，用的也拢是学校生活日常看到的元素，包括山顶的树叶啊、树仔枝等等，甲直接弹打用入去作品内底。拿附近的东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创造的画。老师来的时候，我学到了。就是跟大家一起画画会比较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学生可以更了解说，原来艺术可以是多元。这群老师因为感受到偏乡教育真欠缺，希望透过公益教学计划，引导这学生囡仔也通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培养因多元思考甲画图的才能。一起进去，为孩子带来一些不同的视野，或是让他们有一些更多认识自己的方法。我希望把这样子的资源可以带到就是山上，让我们山上的小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资源去被启发、被创作。为着要继续推动学生的作品，也印去咧礼盒面顶，将卖出去的利润拨一趴出来，来做未来艺术教育基金，让公益教育通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看台东的落叶高台，咱知影讲遐飞行线真出名，总是坐飞行线，你着爱目睭观前顾后。等到咱看到讲吼，有一个真善良的手爱心视障协会，因即抓竟然带6个目暗的朋友去到落叶高台体会讲，因也有在条坐飞行线，也有在条伫咧半空中安尼生伫咧飞。下安安全带、戴安全帽啊！南洋对台北来的是入障碍者，伫咧飞行教练的带领之下，用双人飞行线对落叶高台起飞场起飞。呼呼叫的风声，互是入障碍者感受到飞去咧天顶的感觉有够欢喜。但是因无法度对天顶看到地面上的美景，但是随行的飞行线教练那注意因的安全，嘛伫空中为因导览。伫天顶飞10分钟安全降落，体验飞行的视障者总算完成因这世人有可能无法度飞行的梦想。这也可以算是人生第一次离开地球表面。是上去的时候，整个躺下来放松了，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发起这届视障体验飞行的手爱心视障协会，成功互6名视障者完成这届的任务。台东县飞行线运动协会表示，要互视障者参与飞行运动，加派一寡地面上的助飞人力，和空中的安全保护并无遐尼困难。空中的话，我们基本上会引导他，让他不要去乱抓一些其他东西，这种会比较直接啊，就是用身体的感觉
身体的感觉会比较多。罗冠良讲，飞行需要时间配合，但是实力障碍者真歹做会到。毋过有合格的飞行教练带领，视障者嘛是会当飞伫咧天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今年度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外交部长的会议，拜三伫咧泰国举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亲身出席，因为中国、甲越南、阁有菲律宾的渔船伫咧南海，时常都有争端咧发生。去参加会议的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就强调讲，那外人是毋通调工要利用南海局势来制造事端。伊阁主张中国参东南亚国家联合演习应该就要固定落来。看这言辞，明拄明就是要减轻美国伫东南亚的影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甲夫人伫拜三暗到泰国的曼谷，亲自参加这一届东协外长会议。蓬佩奥这次的重点之一，就是拜四甲中国外长王毅针对中美贸易问题进一步磋商。两个人会谈的议题也可能包括最近慢慢扩大的南海主权争议。王毅伫咧拜三参加东协外长会议的时阵，针对南海问题指出，中国甲东协已经提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第一轮审议，正准备朝向3年内完成磋商的目标前进。王毅伫咧会后也警告，非科学国家唔通挑工变南海争端。对于外国家，我们希望就是不要去刻意的炒作，在南海本来这里存在的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争议，那么而是应该支持中国和东盟为此做出努力。王毅所讲的迄外国家，正明显的就是针对美国。中国甲菲律宾也个越南的渔船，伫咧过去半年，在南海掠鱼的争议一直扩大。中国军舰毋但是菲律宾无事前申请就通过菲律宾南边的海峡，中国渔船甚至是甲菲律宾的渔船弄沉了逃走。也个113只的中国渔船聚集伫咧有主权争议的中业岛海峡。菲律宾批评中国的行为行动是霸凌，伫国内有发动菲律宾的反中示威。并且正式透过外交途径表达抗议。在这个期间，美国也一直质疑中国拥护南海的主权。但是王毅在咧曼谷强调，南海行为准则会当有效地稳定南海局势，更加主张中国甲东协国家的联合军演会当逐步正常化。正明显的是希望透过军事加经济国家紧密结合，来减弱美国的影响力。这边曼谷东协外长会议已经同意甲中国针对一带一路的项目进行磋商，同时讨论5G 网络的合作。虽然菲律宾民间反中的声音正悬，不过总统杜特地已经正明确地表示，欢迎中国企业投资菲律宾的基础建设，而华为也将会提供菲国的5G 设备兴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主办的在野党、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2轮的电视辩论会，头一场7月30日伫美国密西根这州上界大的都市 Detroit 举办。会场内底刀光剑影，个人拢为着家己的主张写来写去。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24人分做2组进行辩论。这个30场场的10位参选人，进步派2位台将参议员桑德斯加华伦第一边讲台，温和派更加是火力集中，大力的批评因为社会主义式的主张无法度得到中间选民的认同。The Green New Deal makes sure that every American is guaranteed a government job if they want. That is a disaster at the ballot box. You might as well FedEx the election to Donald Trump. So I think Democrats win when we run on real solutions, not impossible promises. When we run on things that are workable, not fairy tale economics. You know, I don't understand why anybody goes to all the trouble of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ust to talk about what we really can't do and shouldn't fight for. 双方伫咧健保、制度改革、非法移民，一个努力赔偿等问题看法拢无共款。就伫咧一个议题上正罕见的立场共款。Trump is a pathological liar. I tell the truth. 这场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所主办的第2轮辩论会，市场调查公司尼尔森指出，总收视人口870万，甲中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宣布的收视人口1530万来比是减少正多。
而这场辩论会了，伫咧网络上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甲搜寻数量增加的是畅销书的作家玛丽安·威廉森。CNN 的评论就指出，威廉森无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不过伊绝对互选前变作较趣味、较互人想要看。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杜拜这个好业甲正人在世界大家都知影的国家，因的方式产生变故。海亚王妃进前就有消息曝光，伊囡仔凯勒逃亡去到英国，要寻求政治庇护。确实，7月30日的时阵，王妃现面，表明讲伊有影去到伦敦的高等法院申请强迫婚姻的保护令，阁有禁止搅扰的命令。伊嘛表明讲伊要争取2个囡仔的监护权。穿灰色洋装、戴着金色长头毛的女子行出法庭。伊是杜拜首长穆罕默德的看守哈亚王妃。第30日到英国伦敦的高等法院申请强迫婚姻保护令、禁止塑料令，同时也争取2个囡仔的监护权。这是伫咧穆罕默德2个查某囝离家出走了第3个度假的杜拜女性王族成员。今年70岁穆罕默德，除了是杜拜首长，也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副总统兼总理，有20几个囡仔。伊的身价超过40亿美金。只有45岁哈亚王妃是第6任的看守，伊是现任约旦国王刚被过母的小妹，自细汉伫咧英国大汉，牛津大学毕业，一个捌代表约旦参加2000年的奥运马术比赛。2个人伫咧2004年结婚，有1个后生，1个查某囝。不过6月底外国媒体报道，哈亚王妃已经伫咧今年2月带2个囡仔加3100万的英镑。差不多是新台币12亿，走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BBC 报道指出，哈亚王妃决定要离婚度假，真可能是因为发现伊的情人囝杜拜公主拉蒂法去年逃出杜拜了，又搁被抓回去，因此受到王室威胁。哈亚王妃为着家己甲囡仔的性命安全，决定要逃出因翁的手掌心。穆罕默德无出庭，不过伊透过律师申请把囡仔送回去杜拜，并且要求禁止媒体报道这件代志。不过第2项要求是被法官驳绝，审判预计将会伫咧今年11月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来看讲热人雷网大出，真侪观众朋友拢会加雷网接，也是冰滚水透雷网落去啉。不过吼，就是惊讲雷网内底加减物农药的成分流掉咧。咱来看婚林西里有一个种柠檬的女性，园里一只海棠，伊拢亲手掠，搁用鸡粪发酵当作肥料，用迄个当，才种出一款完全无毒的无籽柠檬。哎呦！张淑芬用着细条烟线，慢慢挖出藏伫柠檬树内底这酸牛港幼虫。为了要对付着酸牛港去夹着柠檬树的问题，但是无想要喷着农药，所以伊用真济时间，用人工的方式，一只一只掠出这酸牛港的幼虫。天牛它喜欢在那个柠檬树大概根部30公分左右的地方，它会排卵。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去抓的话，然后以至于整株的那个柠檬树它会枯掉。最主要就是把无毒健康的无籽柠檬分享给大家。张淑芬提讲，伊本身非常爱啉着柠檬水，但是佫惊到柠檬皮顶头有一寡农药，因此8年前就开始以着无毒的方式来种着无籽的柠檬，过程嘛是拄着真侪困难。一开始先以着3年时间来培育着树木，并且使用是上天然的肥料。使用发酵过的那个给晒，然后整包就是放在那个柠檬树下。嫁接完成之后，大概前3年，我们就是为了照顾柠檬母猪它本身让它更健康，所以大概在第4年的时候才开始让它有结果的状况。那大概第5年，我们就柠檬有量产了。即摆是柠檬大出的季节，这种无毒无籽的柠檬闻起来真香，连皮拢会使食。无来讲会使泡冰茶来啉，嘛会使是煮菜的香料。包就是放在那个柠檬树下，嫁接完成之后，大概前3年，我们就是为了照顾柠檬母猪它本身让它更健康，所以大概在第4年的时候才开始让它
国政今日来甲你开讲看嘛。那大概第5因为年，我台语们就柠檬有有温土量产了。有白即摆是话，各雷蒙大出有教化几只，即种无毒无剂的雷蒙闻起来真香，连皮拢使食。我若讲会使泡读，冰茶来这是啉，买使是煮菜香料，包就是放在那个柠檬度下，下些完成之后，大概前3年，我们就是为了照顾柠檬。讲董事长带原中乡，生意有做，钱有中。别人当底唔捌讲，高墙大汉人初用。吼，这首诗句连这国政安家己编的，咱认真来甲研究看卖。就原种这个种啦，董事长的长原来讲这字，过来哦，讲到做董事长，生意有做，唔才人叫董事长，钱有中，有中出来。讲简报就爱加中挂，嘛是即个中。过来，即个人修养真好。讲吼，若别人的堂底伊毋捌讲，堂底即个堂原来讲即字哦，有影都即字无毋对啊。即个董事长伊的外观，高墙大汉人初用，高墙大汉的墙又原来即字。共即拍4句连啦，朋友你甲我小统计一下，计讲起来，敢若。这28字内底，董事长的长、园长的长，安尼拢总5字音啦，有趣味无？过来后一拍4句连，咱有影要来讲西嘞。即拍吼，共款即个董事长，即个国政啊篇呢，主角我无换人吼，就主角无咱讲伊姓陈好啦，陈的啦吼，陈党的伊穿西装去西嘞，翕相顺刷买西瓜。亲情烧酒看生相，三甲结缘。国政啊，即拍4句连内底，除了西嘞的西，敢若阁有别字呢？无毋对，咱一字一字来甲听。讲哦，即个陈呢，穿西装去西嘞，翕相顺刷买西瓜。西装的西嘛即字，西嘞的西，东南西北的西嘛即字。去买西瓜的西嘛，即字对呢。即个东南西北个西，毋着3字音，正确。后壁咧，佫刷来4句连国政啊，你佫2、3句是咧讲啥？煞毋知影讲翕相的相，原来佫2字音呢。讲即个陈呢，陈党的翕相顺刷买西瓜，亲情烧酒看生相，三甲结缘来相会。你甲读翕相，这原来1字，亲情烧酒。第2音，看生相第3音，过来讲亲情中间三甲结缘来相会，拢总嘛5字音。台湾话有趣味无？来，既然讲到西丽啊，国政，过来甲你介绍同款西丽的新闻。来讲婚姻馆礼阳文教基金会已经连续举办第3档木雕创作营。这个第3档吼，因也邀请大学的老师，邀请雕刻的专家来教。营队毋是讲3工2工呢，连续头尾3礼拜，要互这学生囡仔按设计、研究、学习来较雕刻，种种的过程体会讲功夫3档5档，雕刻确实是学问足深，确实是咱台湾本土的文化。挂一支目镜，喙挂喙暗，一阵少年人手举电机仔，真久来伫雕刻。因为因对木雕真有趣味，就参加了阳文教基金会办的营队，望用雕刻表达心内底的想法。其实透过马爷造型，然后把他的马爷角就是去改，像是树枝这样一直不停的去向上去寻找一个希望的那个感觉。会把手剁在下面，是因为小丑就算难过了，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双手去掩饰自己的眼泪。西丽是充满传统文化的所在，来指导的老师望学生伫学雕刻进前，会当先了解台湾的文化，看到地方的水，才来创作。安尼先对艺术这条路会真有走展。这个活动是我想要培育台湾的艺术家，就是会说代表台湾国际性的艺术家这一定要这样培育。联阳文教基金会办木雕创作营已经到第3档啊，那累积侪优秀的创作，嘛透过这么侪人的用心，和西丽更较有艺术创作的活力。那今年很开心，还是邀请到日籍的老师吉田敦教授驻地在西螺，教导13位的青年艺术家做木雕创作。
插头的芳味传送少年人的想法甲理念，因的创意赢到会互地方的艺文风气有无共款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敬神如神在，国情啊，就你共款来看西嘞。咱遮的福兴宫的遮的信众，大家对着这间庙是真支持。尤其吼，今仔日旧历7月7日，咱知影讲庙方本地拢会敲钟擂鼓。福兴宫今仔日phong鐘phong鼓宣布講，自今仔日起到舊曆8月7日頭尾1個月的時間，廟方無要放炮，嘛無要替人受驚。目的就是講，要讓這好兄弟啊安心來接受咱民間的普渡。廟方人員摕風條、風鐘、風鼓，書寫當日的上經，並告太平馬。雲林西里福興宮照顧日舉辦風鐘鼓儀式。媽祖慈悲，也要這個好兄弟啊，伊一年一度伊的假期這個明蘭花，莫去給別人攪擾着，這是媽祖慈悲。一切媽祖的行程甲這個信眾要來拜拜，這個攏無關係。7月4日，當時好兄弟出來佚佗放假的時間，為着賣予來到勇敢的先民好兄弟，聽到鐘聲、鼓聲去拍青鏡，唔敢接受勇敢的普渡，所以按7月7日到8月7日，廟的袂放炮啊，袂替人受驚，希望予好兄弟安心接受民間的款待。每年就是攏總辦這普渡法會，每一年伫咧這個月大是23，月小是22。這個各地的善信大德會當來參與安尼吼，來共襄盛舉。民眾在中原普渡時，會穿好了的，互好兄弟食青草。這其實參風鐘鼓儀式，替人設想的精神，要共啊要共。信眾也祈求在這段時間，大家攏平安順遂。記者綜合報道。昨新曆7月31是講做世界巡河灣日。有4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因對順手山南的森林河廣園去爬山、去撩溪、去山內巡、去掠遐偷草茶的山鳥鼠，因也將規站的過程拍出一支紀錄片，咱來個看賣。好，我是黑糖。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南投县竹山镇的山林溪哦。没错，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想要介绍巡山员这个工作。台湾艺術大學嘅4名學生對巡山員爬山、撩溪、體驗森林河廣園嘅工課，甲過程翕做紀錄片。在7月31日世界巡河灣日公開分享這支影片。因講較早敢若看字寫嘅資料，無法度理解這份工課有偌呢辛苦。我觉得他们这样背重装备上山，看似一份好像每天走在山里登山客的路线，其实非常非常的累。对，我们很长的时候都要一直手脚并用，非常辛苦，为了保护台湾的这片山林。巡山員愛派20-30公斤的裝備去到深山來巡邏，需要相當的體力。巡邏的過程無可能和山鳥鼠相拄，森林大火的時陣嘛愛協助拍火。這項工課會面對真濟危險，需要知識甲專業的判斷，才有法度守護森林。那我们刚才在这里也发現了山老鼠遺留下來的物品痕跡，像是這些被燒的木頭啊，黑色的。我們這次帶他們進到我們的1070班，然後去看一下我們的盜伐現場，那也讓他們就是重裝，然後去走我們就是所謂的我們深山特潛的路線。為海邊的保安林到中央山脈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攏是巡山員的守備範圍。影片完整記錄這擺體驗，這4名大學生嘛，將影片免費授權予林管處來使用，希望予更較儕人了解森林河廣園固守山林的辛苦。記者綜合報道。新聞的點心檔，咱來講一個室內設計師陳雨涵小姐，講起來這頭路也袂歹。不過，伊做老母了後，定來去到學校做志工，替學校設計一寡作品，培養出另外一款興趣。伊也開始研究講手工藝品、這作品、藝術品安怎樣製作，變做新的頭路，也找到新的人生的目標。紙雕藝術家陳雨涵摕加刀甲筆，一捆仔就做出各種的美術品。雖然伊已經做10多檔的紙類美工設計，不過其實伊上早佇台北是室內設計師，所以袂曉做美工。為着要替囡仔做學校的教室布置，才開始學做紙類的美工，慢慢啊培養家己的興趣，豆豆練出功夫，落尾佮變做家己的專長。本來是做室內設計，那因為小孩
的关系到学校当志工妈妈。那老师问我会不会做纸雕，我说会，其实我不会。然后网络爬文一下，发现其实它好像没那么难。抓类的美工设计做出兴趣了后，陈雨涵开始用无同的材料做艺术，去真侪所在开办课程，教大人囡仔做美术品，佮应用伫生活内面，互艺术品嘛通变做实用的物件。从纸雕，然后再来转做铝线，做叠古巴特包，做马赛克拼贴。到教会教老人家，然后到乐龄，然后到学校去教小朋友，到文化中心去教大众做圣诞节花圈。利用做美工，找到家己的第二兴趣甲新工课，毋若生活变甲较充实，佮加真侪挑战。但有涵讲，做家己的代志拢袂感觉辛苦，因为做美工的时，若看到真水的成品，就会互伊找到自信，甲心情放轻松。纸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很疗愈、很解压的东西。但有涵佮讲，挑战家己袂晓的物件，会使发展兴趣甲结头壳。希望大家会使试看卖做无同款的工课，顺续找找人生的新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换来看金门。英国历史发展，金门天灾地变战乱也真济。过去咱看到讲金门真出名有风狮爷，事实另外也有一寡砖头，因会伫咧门外挂蒜头，甚至挂毛笔，还佫有仙人掌，拢要是挡煞辟邪消灾这种的用途。如今也变作是咱在地金门观光真重要的一个景点哦。大家拢知影，金门的风狮爷真出名，有的徛，有的坐，伫咧砖头外围的路口顶风制煞，是定看伊的辟邪物。另外，较少看到的有一寡金门古厝，嘛用蒜头、竹胡仔、毛笔，甚至是仙人掌来制煞消灾。因为就这个宇宙观来讲啊，其实煞气是存在的。金门无好建造，佮加上地理位置是海防的重要据点。明代以来，经过真侪场战乱，金门的民众为着要避邪祈福，真侪人拢设置避邪物。那有的呢是复合性的，它为了增强效果，比如说我们这个安琪那个村路旁边那个风机摇令箭，那个就是最典型的。我称它叫复合式的，它用风炉、八卦、风机、令箭。金门较早用来制煞避邪物，因为大砖头的风俗无同，有真侪无同款的种类，造型嘛真丰富。金门的民间信仰打造特殊的文化风景，这嘛是民俗观光的宝贝资产。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来看屏东大学体育系有一群大学生，今年休热，因来到来义乡的古老部落，甲排湾族这些学生囡仔，古老国校有一群学生囡仔，换因咧甲这些大学生交流传统排湾族社钱的文化，咱来看卖。上准目标，开疆社钱。传统社钱对屏东排湾族古老国小的小朋友来讲，一点仔就拢袂青分。大概从2年级的时候开始，感觉很好玩。这是屏东大学主办的传统社钱夏令营活动，向社钱的大学生运用休赖期间接触在地的社钱文化，选定古老国小到部落体验拍赖的文化，也甲小朋友分享体育的知识。透过大学端的资源，然后回到部落里头，带领我们学校的这些同学，跟部落的小朋友做一些文化的体验，想要多了解一些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对，然后觉得他们有一些文化还蛮特别，就是像我们这些从海边来的，对，可以比较了解，就是互相交流这样。拍赖文化全是生活的哲学。社钱夏令营，互原住民传统社钱文化用的定根，也互更较侪人体会原住民早期生活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是热，甲顶真下壁流汗3度，气温到底啥款？咱嘛是来详细报观众朋友知影。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
中部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头拄啊，咱看到讲，云林、南投甲台南落雨的比例有较悬，其他各所在会用伫讲是拢无啥物落雨的机会。新闻开讲到遮，感谢观众朋友你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我是郭国清，今日多谢你。